咱拢知影讲，这囝生少，学校的招生也会愈来愈困难。虽然讲即马政府有讲会甲私立的大学补助，也是减学费，也毋过今仔日高教工会是去教育部抗议，伊讲有58间私立大学的兼任教师，因的钟点费是30档拢无调整，所以要求政府一定要重视，想办法来解决。 立即调涨钟点费，终结世界纪录，终结世界纪录。换口号爱政府注意私立大专校院的兼任老师，钟点费30年无调整的情形。政府最近一直释出教育力度的推动，包含减免私立大学学费、替管大学老师的待遇。按过高教工会之一到教育部外口抗议，批评有高达58间的私立大专校院兼任老师，钟点费30年没调整过。我们总共大概有2万多名在私立大学当兼任老师的人员，超过1万多名是30年薪水没调。我们经济成长的果实，我们的税收，我们各式各样的补助。 到底去哪里了？坦白讲，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记录，我觉得作为台湾高等教育里面的一份子，甚至作为台湾公民社会里面的一份子，都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。高教工会校舍这个员工是世界第一，已经提出金氏世界纪录申请，要求政府爱重视这情形。各点名教育部长潘文忠爱付出上大的责任。在106、05年开始，那么特别。为了要鼓励让各私校也能够来及时因应相关的物价调整那尤其在111年，特别也会针对这方面以70%、70%来补助私校。对教育团体组长潘文忠表示，根据统计，差不多有32%的私立大专校院的兼任老师，钟点费比公立大学较悬。其他私立学校，教育部会陆续补助，未来也继续鼓励私立学校，特别是接受教育部的7成补助的私立学校，应考虑物价调整，增加钟点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